喺珠海4000蚊人工算唔算廢柴？酒店前台2800，送外賣嘅搏到盡都係5000，的士司機捱通宵7到8千，商場收銀企到腳軟都係3到4千。按呢個標準，成半個珠海人係咪都係廢柴？我係澳門飛哥，我喺順德出世嘅，今年喺珠海開咗一間順德菜館，咩客都見過。我同你計筆數，深圳賺3萬，關內住出租屋食豬腳飯，珠海賺4000，落班都可以踩下單車去海邊睇下日落。香港賺5萬，返工俾地鐵住劏房。珠海賺4000，放假飲完茶都可以行下景山公園。廣州賺2萬，日日加班改 PPT。珠海賺4000，晚上打完波都趕得切去下灣市場食個炒飯。大城市鬥嘅咩啊？存款數字邊個多咯？珠海比嘅係邊個過得舒服悠閒？我做順德菜明白咗一樣嘢，珠海嘅好唔係俾你賺夠錢退休，而係俾你真正享受生活。好似成日嚟我鋪頭嘅熟客，有人呢開寶馬食魚生，有人踩單車打包隻燒雞走，都係坐埋一張台講下今日啲魚新唔新鮮啊，啲菜靚唔靚啊。珠海最好嘅就係能夠接納所有努力生活嘅人，賺4000唔丟架，睇唔起呢種生活嘅人最丟架。你幾錢人工？夠唔夠膽喺我評論區晒出嚟？